一支血藏住你身體有幾多個秘密。今日等東東雲吞麵，小薯護士帶你拆解香港抽血秘密。全血細胞計數，身體軍隊大點名。白血球係防衛軍，打仗時會增兵。如果紅血球低，就會貧血，會成日覺得好攰。血小板係維修工，負責止血。肝臟係你體內嘅解毒工廠。ALT、AST 升高，代表肝細胞受損。膽紅素高，皮膚會變黃，就會引致黃疸病。腎臟係身體嘅污水處理廠。肌酸酐升高，代表過濾器塞咗。血糖測試，篩查糖尿病。HbA1c 就係你過去3個月記成績表。好膽固醇對戰壞膽固醇，血管大戰。三酸甘油脂高，多數係因為食得太甜。胃入面原來潛伏咗一個特務，佢叫做幽門螺旋桿菌。抽血檢測抗體，等於派偵察兵搜捕。呢個菌會引致到胃炎、胃潰瘍等嚴重記疾病。內分泌系統就好似身體嘅控制塔，尿酸高會引發痛風，腳趾公會好痛㗎。TSH 反應甲狀腺就好似身體嘅油門，類風濕因子高代表免疫系統打緊自己人。內分泌異常會影響全身代謝、情緒同關節。癌症指數就好似煙霧探測器，響咗未必有火，必須由醫生再判斷。抽血前記住空腹8至10小時，最多只可以飲水。如果對驗血報告有任何疑問，一定要諮詢註冊醫生。訂閱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 YouTube 頻道，可以學習到更多嘅醫護知識。註冊成為24小時醫護教學平台會員，觀看完整版以及更多醫護方面教學內容。香港每一日都有新嘅護理員、保健員、護士新手踏入呢個行業，但係傷口點洗、點扶長者落床，書本學唔到嘅實戰技巧，邊個會教你？夜晚收工攰到入心入肺，究竟邊度可以學到真正實用嘅護理知識呢？就喺呢一刻，佢發現咗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。Hello， 我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，跟住我學，你都做得到。24小時線上護理課程。無論係手機、平板、電腦，隨時隨地無間斷觀賞。醫護學術筆記本，圖文並茂。小薯護士獨家設計 PowerPoint， 每一張都精心編排。仲有醫療謬誤精彩漫畫，破解日常迷思。超過100部 YouTube 詳盡教學影片，成為會員更可以觀賞獨家影片。用心學1個月，你會發現你已經由一個驚青嘅新手，變成自信專業嘅護理人員。學完使用後，口碑不斷，個個都話可以活學活用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永久會員只係488，現在即刻報名成為會員啦！歡迎大家瀏覽東東 noodles teach.com。